4月20日星期日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《若望福音》。安息日後的第一天，瑪利亞瑪達肋納來到墳墓前，看見墓門大石已被移開，就立刻跑去見西滿伯多祿和耶穌的愛徒，說：主被搬走了，我們不知道他被放到哪裏去。他們往墳墓那裏去，伯多祿進了墓穴，看見殮布和頭巾，而那先到墳墓的門徒也進來，他一看見就信了。反省：若望福音裏邊，瑪利亞瑪達肋納係第一個見證耶穌復活嘅人。在此之前，耶穌嘅門徒仲唔明白聖經上面講耶穌必須喺死者中復活嘅意義。我哋諗一諗，耶穌嘅愛徒一睇見就信，表示乜嘢呢？分享一下你嘅理解。點解瑪利亞瑪達肋納會係第一位見證耶穌復活嘅人呢？分享你所知道嘅。祈禱意向：我哋為主嘅復活而歡呼，基督得勝，基督為王，我哋該以無比信心跟隨佢，讓光明與我哋同行。阿利路亞。行動回應：查找福音中有關瑪利亞瑪達肋納嘅事蹟，亦都查找耶穌曾向門徒預告佢聖死與復活嘅內容。